该是我哦，我去，好，并没有翻到要，好，我去而已。达拉嘎古，我去哪里？伊鲁玛那个家啊，那个家应该是那个朋友的家嘛，哈，就是说我要去，就是这个句子是我要去那个家，谁的家？朋友的家，是什么样的朋友的家？我所喜欢的那个朋友的家，就是我们要这样翻啊，我们的句子结构才会更完善。那基本上这一句已经够了哈，已经够了。但是呢，就是说理论上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呃，V 哈 VSO 这个大概是我们常说的哈，就是我们句子的结构一定大概是这个样子哈。VSO 什么 VSO 呢？来到就是 V，S 就是卡固，O 是什么东西啊？O 呢，它在这里是用一去显示，好，用一去显示啊。那我看看还没有这个，等一下我们再整合一下哈，看看有没有别的翻译的这个方法哈。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会写这个，就是因为昨天我在高师大上课哈，有一个学生太巴郎的哈他说他要翻哈，结果翻的呃结构单词都会哈，单词都会有，这个单词是没有什么单词的我去喜欢的那个朋友的家没有单词，问题是这个结构就有问题哈。好，用达呆啦就可以了，要去好，将要去哈，这个就是差一点点哈。达呆啦，赶快罗马诺啦，高拉汉那个为上哈。好，基本上我看看还没有别的句子哈。好，达呆啦，没有问题哈，达呆啦。那个罗马诺高拉汉那个罗马哈，诺高拉汉那个罗马哈。好，一个是诺，一个是努拉努亚哈，你看看哈，这里是亚哈，这是拉。只有三个吗？还没有，还没有人，还没有其他的人在这边上课的，还有谁可以扫码书写？那说，其他的人还有吗？好，那一般来讲，一就是像，好那个家哈，但是就说，如果说是那个朋友有没有？那个朋友属于那个朋友的家啊，你们是用属于那个朋友的家。我所喜欢的那个朋友的家，我所喜欢的属于那个朋友的家也是可以哈。那基本上呢，一是没有问题哈。他带来个一路嘛读了，好读了，读了，高了汉那个为上啊。用努拉跟读拉的话哈，比较有其实都对哈，但是我要讲的是用读啦，好一路嘛啊，读啦，高了汉为上阿古哈，理论上是为上阿古了哈，高了汉阿古为上哈。高他那个为上哈，我所喜欢的朋友哈，我喜欢我的朋友喜欢的朋友我的哈都可以哈。你看这里哈，高他那为上的嘛过好，这是一个
高了汉阿古为上，高了汉阿古为上啊，就是说你看看这个地方哈，这个地方就有点差异了哈。好，高了汉阿为上啊，诺马古哈，一个是高了汉阿古阿为上，你们认为哪一个比较好？一个是高了汉阿为上诺马古，一个是高了汉阿古阿为上。如果再按照这个哈，高了汉阿为上诺马古哈，属于我喜欢的朋友。好，高了汉阿为上阿古呢是我喜欢的朋友，就是一个是 no 啊，所以要从这里先翻，属于我喜欢的朋友啊，高拉那个是我喜欢的朋友啊，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哈，但是基本上是 OK 了哈。好，我们就3个人是吧？就是今天还有一个哈，红爱哈，红爱出现了哈。我大概那个归罗马努拉高拉汉啊，为上的嘛过哈，基本上都没有问题，它就是这个蛙哈蛙也可以哈，蛙也没有问题哈，基本上 OK。好，那这个就跳过了哈。这个就是说，其实它的关键在哪里？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说，理论上哈，这里有一个一哈，有一个啊，有一个 no 哈。这个一呢，这边的一，它可以跟这个是一样的多啊，多嘛啊。大家看过多罗马，诺拉高乌拉汉那个是可以并用的啊。多罗马，诺拉高乌拉汉那为上的嘛过。这边我要讲的是在这里哈，就是说，很多一其实就是多，哈啊，啊呢可以用 no 去替代，哈，no 那个欧拉汉啊，你看就是这里，这边用啊，用啊，那这边是用 no 啊，用 no 去连接，就是类似这种问题，也就是我讲的啊。乌咕多努，好，这4个哈，还有加上啊，还有加上一，哈，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哈。好，那我们就跳过来了哈。好，我们现在看这个句子哈。阿美族的年龄组织是部落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是台湾原住民族群中最有特色的社会阶级制度。好，那如果你翻好了，你就赶快打出来哈，因为这个句子比较长哈，比较长。但是这个大概我们前面都翻译过了，就是这个单词哈，单词，这个单词我们常翻的话，我们就记住了哈。好，单词，年龄阶级，好，年龄阶级社会组织，基本上它是2个一样的概念哈。因为年龄组织是我们阿美族最重要的一个特色，啊，大概没有，目前没有听到别的民族有这种制度了哈，有这种制度或组织，按照年龄的哈，所以叫年龄阶层、年龄阶级。
年龄阶层、年龄阶级都通用了哈。那它就是一个年龄段，哈，年龄段，啊，几岁到几岁是什么个呃什么名称哈？大概是这样子。好，这个手嘛放好了哈。好，utamana ya masakapotay ko kasakapot inalo no amis unini kuya tatamana i kasa pinazatan pinangan no amis no 原住民 in 台湾哈基本上大概都翻译到了哈乌在这个地方哈乌乌是所以乌在这里哈好阿美族的年龄阶层就是个在这里是个主词好是主词好姑哈阿美族哈，属于阿美族的各个集成哈，集成哈。达他妈阿奈重要的社会组织，达他妈阿奈达他妈阿奈马萨卡布代哈，我达他妈阿奈马萨卡布代够很好哈。但是那个烧麦哈，罪你没有翻到罪，罪的话你要加什么？那个烧麦可以讲话吗？想不起来。对，大嫂哎，吗？诶，大嫂吗？安奈，我只会这一句，大嫂吗？安奈。所以加杀就好了哦，对对对，杀就是罪哈沙大嫂。哦，好，好啊。杀呢，只能就是后面它是形容词，你杀才是罪哦，不是所有的杀都是罪哈。它后面是形容词的时候，它才是罪哈。那这边也是一样哈，最有特色加在哪里？最有特色，那个最有特色，你要加在哪里？我尼尼古亚达拉巴奈伊卡萨菲纳赞叹比南岸努阿米斯努原住民以台湾沙大嫂吗？安奈一样哈，沙达拉玛安奈哈，一样。一样哈，对对，就加在这里哈。那好，你就是差这个差那么一点点哈，就是翻译的很好了哈。好，嘎萨菲纳扎兰哈就是各个民族了哈，各个民族你用这个比南岸了哈老阿美斯以原住民老原住民以台湾哈，好，很好哈。好，我们再看一下哈，书写的。Oh, sa mana ya masaka putai ko kasasral no bangsa inyaro. Oh, sa mi jitakai rikakawa no kasasral. kasafina zata no 原住民以台湾古尼尼也是很好哈。那基本上这个沙哈，这个沙都翻出来，而且是这个乌哈乌乌啊这个乌哈好，所以沙马阿奈哈马斯卡布代斯拉了这个基本上会用斯拉的话，就比较偏向花莲才用斯拉。如果是台东的话，
没声音哦。老师不见了。老师没有声音。是断线了。好，我的网络断了哈，我的网络断了哈，等一下哈。哦，线上就是会出现这种问题了哈。所以那个我的网络断的话，就可能你们那个要重新拨一下哈，就是还没有拨的，麻烦你再拨一下哈，再重新拨一下，这个刚刚还没有拨的哈。那这边的资料有拨的就不用了哈，就是你还没有拨给我的哈，你再重新弄一下哈。好，这个网络就是这样子哈，有时候断线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刚刚有好拨了哈，拨了是拿多的哈。好，usa data kalimeran哈，应该是 kalimeran哈，lima 你这个 ra 是哪个 ra 哈？那个拿多你是 L 还是 R 还是 R？L L 啊，好。好，sa kalimeran哈kasakaput带过 kasasran amis us 这边要不要加沙？要哈，因为是罪，所以罪的话一定要加哈，一定要加。好，usa tanda mana yang gagawa ku pinazatan ku 可以吗？好，这个台湾的 T 哈大写哈，那你现在就说usa tanda mana yang gagawa，你是顾问菲那赞叹努原住民以台湾哈，那你看一下中文哈，是台湾原住民中最有特色的社会组织啊，你也可以用这个它这个概念哈这个基特就是独一的独一的特别的基特分别出来的叫基特了哈，基特这个词也很好，我刚刚没有讲哈。这里是台湾原住民族群中最有特色的社会组织嘛哈。所以你看啊，萨达达玛奈的嘎嘎哇，no 好 ，no 用 no 比较好，那个那个好用 no 哈。努菲那赞叹努原住民以台湾属于台湾原住民是不是？属于台湾原住民族中最有特色的。那你也可以加古尼尼在这里，古尼在这个时候才是对的哈。是最有特色的组织，属于什么？
在台湾原住民族群中，啊，这样的话会比较好哈，比较好。好啊，红爱还没有发哈啊，红爱。啊，你写成这样子还可以了啊，我觉得啦，这是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哈，你就知道说这是个介词，哈，这是个介词。那当然，现在我们已经习惯是这样了哈，已经是习惯啊，那都行了哈，都行。那因为我们过去已经习惯了，那最起码你第一个词是要大写，你就知道是什么啊。如果说按照日语，你看它全是大写，日语。啊，只要是介词日语全部用大写啊，全部用大写。但是全部用大写的话，我们也不是不可以啊，就说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规范哈。啊，老实讲就是一团乱哈。就是我讲的，如果你原住民委员会你没有规范，你是很难的啊，很难去定，因为大家就是这样哈，很麻烦。好，那个红爱哈，红爱好吧，还在开车。那我们继续下一句了哈。阿美族的原始社会是以女人为主的母系社会，男子必须入赘到女方家哈。阿美族的原始社会，你不一定要用原始社会这个概念啊，你不一定要按字面翻啊，就是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啊？是以女人为主的母系社会啊，母系社会哈，这个重点是母系社会，还有入赘到女方啊。好啊，这个文字呢，我稍微有修改了哈。如果你有参考这个文化篇里面的这个中文的话啊，就我修改一下，就我认为是这样，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了哈，比较容易理解。当然我增加了一些词哈，增加了一些词，所以这个你也可以不要啊连在一起啊。阿美族的原始社会是以女人为主的母系社会啊，所以真正的动词是这个啊，姑啊姑啊，入赘啊，入赘是这个后面另外一个子句的动词。男子入赘到女方家啊，所以男子必须入赘到女方家啊，到，所以这个到没有写，但是还是一定要翻啊，因为就是我讲的中文，它本来就是它有很多的多简语啊，因为中文毕竟已经大家非常习惯，可是，在翻译成阿妹的时候，有些词必须要用啊，所以理论上，我们是靠词缀哈去附加这些词哈。好，这个扫码哈。ufinaran no litang no amisi o fafahian ko saka kaay mismakay to samak no luma saka mikasafo ko fainayan taira iroma no fainayan 好，这个基本上已经是翻译出来了哈。
我们来看看哈，你这个就是说我发现过萨嘎嘎爱哈，就是你的这个句子结构就是大概就是你是这里切开哈，这里切开哈，然后是好，基本上是没有问题了哈。好，我发现过萨嘎爱啊，没什么盖多，什么可能了嘛哈，是女生哈。最大的哈，属于家里啊，罗罗玛去决定事情最大的最大的萨嘎嘎爱最大的是女生是女生萨嘎因此没感到后果反应那样男性必须因此男性要入赘去属于女生的家就是说这个如果按照字面讲萨嘎在这里可有可无了问题就是这个必须，看看那个什么，看看你能不能把那个必须加进来，因为待那一路马路方面只是去，没干然后去入赘，萨嘎在这里没有办法翻成是必须，因此想不到词汇，必须，必须一定，现在就是说对，所以你现在就是说你要想办法，就是说尽量把每一个词能够翻进来因为翻译是这样子嘛翻译如果说这个考的人就是开考卷的人就挑你毛病，你就扣分了。而你这个字没有翻到，就是如果能够翻到，那当然是最好因为我们现在是练习嘛我就一定要挑毛病嘛，是不是？好，所以你看看能不能把它翻出来没关系我先看这个别的所以大部分大概都是按照这个直接是这样翻的好，没关系无伊那古大邦罗罗马努邦在第二后好在干燥比干拉夫古法伊那样以法分很多罗马阿罗马好那个这个扫码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在干燥就是必须看看你们的这个词组概念是必须是怎么说这个在干燥就是必须好我伊那古大邦罗罗马努邦在第二后在在古时候在古时候一定要后所以这个乌乌伊娜是女人，古大棒诺罗马诺邦扎就是说这个翻译基本上是按照中文的翻译跟上面其实是一样的一定要后在以前在古时候理论上就是说，当然你要强调的是女人是母系社会母系社会那阿美族的原始社会它就是用着一定要后一定要后这个然后连在这个努邦扎这个词的后面就是这是没有问题的在干扎那如果那个小曼你是这个法兰奥的你是法兰奥的吗？我考法兰那个马兰的。马兰的话，你应该是朱瓦吗？朱瓦比朱瓦嘎嘎扎还是干燥对，还是在嘎扎？摘干燥，好像也通所以你还是要，如果你是考马兰的话，你还是要去，因为在干燥的话应该是海岸的，
海岸海岸跟这个秀姑兰比较多，就是说我们如果是马兰跟恒春，大概是珠啊，用珠啊比较多啊，好，比较不会用杂爱。杂爱的话，好大概是海岸跟秀姑兰比较多啊。好，好，谢谢老师。好，摘干榨比干他富，你看，但是比干他富，姑反应那样，好，你看男性，所以它的主词在这里啊，男性啊，这个结构就是对的哈，男性摘干榨比干他富啊，必须入赘哈，一发发现阿鲁玛，好，像你生的家，好，像你生的家，好，一路曼努发发现那个苏贤，对，我知道。你觉得呢？哪一个好？鲁马努发发样。对，就是这个要习惯哦，就说因为我们哈，就说如果你用啊的话，你生的家，可是，在我们阿美族的概念看，家是它是进到那个家，是不是？你生的家是不是主要的讲的是什么？家是不是入赘到家？谁的家？你方的家有没有这个概念？有没有？所以伊鲁马努发发样会更好一点哈。伊鲁马努发发样好啊，所以我就给你改一下哈，会更好啦。我不是说就是因为这样的话哈，比较像我们阿美族讲的话哈。如果按照你这个的话，它有点是中文啊，有点是中文。伊鲁马努发发样哈，好。所以这个那个扫码的嘛哈，我给你还马乖，加进来这里哈。好，好，三个左嘎子啊，左嘎子，然后后面你要怎么接？左嘎子，富，比嘎发富，哎，对，要用 B 哈，比还哎，对，用 B 哈。好，这样就对了哈。好，好，阿赖信息，不要客气哈。好，那修改，好修改。好，upahnya lo ano bang sa hau i o fafayan ko tapangan no ma mami kalafu ko fainan dala iloma no fafayan 哈，基本上这个也是可以哈，他用妈哈妈咪啊，妈咪kalafu 哈，他用未来哈，未来要去哈。好，upahnya lo ano bang sa 哈。属于阿美族的这个部落哈，建立部落哈，那部落就也可以说是社会哈，也没有问题。我发现过大帮案了嘛啊，属于家的主人是女生啊，属于家的主人是女生啊。好，妈咪刚才说过发现带来一路马诺发现哈，如果说是这样翻呢，就是那个力量不够，好，那个将会去，好，妈咪就将会去入赘，跟必须呢还是有一点点差距，所以你要怎么加？摘干燥，你是嘎燥还是摘干燥？该摘干燥。哎，你不要，陈金龙老师应该是摘干燥哦。
好，摘干燥，然后呢？ Pikasafuku painayan iruma no papahiyan. 好好，一样哈。好，摘干燥，必干燥，复古白嫩，带来罗马诺白嫩法样哈这样的话就有翻到了哈。那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哈，这个为主哈，拟人为主哈，母系社会哈，基本上当然我们看看哈。发发现古萨嘎嘎爱哈，萨嘎嘎爱，它是用萨嘎嘎爱哈萨嘎嘎爱就是哦，是单选的吗？应该是。等一下，连上了吗？喂，Hello，有没有声音？有了有了。有不好意思啊，这个无线网络还真的是会断的，也没有台风啊，怪了。好，好，好，我们继续就来翻这句了哈。家里由女子继承，部落公务经由男子负责，其社会责任分际至为明显。阿美族成群而居哈，就是说，这个内容我有没有稍微改一点了哈，怎么样？有没有分享。没有分享是吗？哦，好，等一下啊，没有分享，没有分享。好，就是这句哈，我们现在翻这句：家里有女子继承，女子部落公务经由男子负责，其社会责任分际至为明显。阿美族成群而居，好，这个就是我们的文化了哈。好，我们来翻看看哈。
好，这个扫码简方好了哈，对哈，他有预先准备好就会很快哈。好，fafayan ko mituto sa ito sa phone no luma. Uya semak no nyaro satu fainayan ko mismakay o kasa opuan no finauran no maorip ko nyaro. Ha, ha, 这个他用 f r u t 哈，没多都在多少风楼了嘛？哈，继承家里面的财产哈，这个很好哈 f r u t 这个词哈。我也是 Magnolia 属于部落的事情呢啊。satu fainayan ko mismakay 去做的呢，去做的全都是男性哈，去做的全都是男性哈。好，kasa upuan no finalan maulib kunyaro 哈，部落呢是这个百姓聚集生活的地方哈，看一下哈。kasaupan no finalan maulib kunyaro 哈。kasaupan maulib kunyaro kasaupuan 是啊，嗯。这样子的那个扫码我给你改一下哈，看看你参考一下哈。好，好哦。masa upo maorib ko finalan ini会不会比较好？有动词联动百姓好，在谢谢老师。部落怎么样聚集而生活？及哈，这个句子比你那个句还好一点的哈，还好一点，比较好了哈。好，好，谢谢老好，师。好，OK，好好。墨是那个嘛哈？张默哈，张默上线了哈，好，很好哈。我们没做都是都是 no 发现都所以这边我们没做都它是个词缀哈，这个罗马哈，这个还是 L， 而且后面这个音很重哈。我们没做都是都是 no 发现都罗马哈。ini aro tatamaan na fainayan ko sa sikining sa sikining 你的介词还用的蛮多哈，下库哈，社区哈，所以你应该是用 nyaro 就好了哈。我在觉得中把这个pahapinan mahalaji no amis finalan 这个好，等一下哈，我们好，这个女子的后代哈，要继承哈，这边 dorojno 发现哈，女子的后代属于女子的后代哈，是要去继承家庭哈，罗马
好，没有问题。一定尼伊尼亚洛，好，在部落呢，扎基西基宁，扎基西基宁，所以你这个介词我忘了，西基宁是什么意思去了？我忘了，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那个可以讲话吗？将要哈，扎基就是将要去，是责任吗？还是公务？一下盖一下购社区应该是社区哈。我扎基多种啊，把它干去你这个扎基多种是责任哈，将要负责哈，负责所以应该就是下过就是社会哈。巴扎嘎巴比浪你基本上就是比较按照字翻译了哈。马拉基诺阿梅斯菲纳兰哈，好，那我大概知道了哈。好，看看一下怎么修改哈。好，我们米他多次妈咪做多次哈，我多次能翻译多了嘛？这个没有问题了哈。好，这句可以哈。好，一边呢，一秒了，但他们安奈反那样个扎基西吉宁哈，所以你大概就是这个西吉宁应该也是指这个呃负责了哈，负责应该是这个字哈，负责哈，所以这一句应该也没老师是有问题。不是指挥呀？西吉宁这个西吉宁一就是日语啊，但就是啊是指挥。指挥是吧？好，我不知道 s h i g i n 但指挥是 shigi。西吉这个还是要问那个莫哈，张莫哈，负责负责嘛任哈。所以你讲的是这个负责嘛哈？按照你这个讲的应该是负责了哈，在部落嘛哈，对将要负责的是男生嘛，哈，男生哈，我达拉玛奈反应那样哈，故扎基西基宁哈。那这个字这个字我确实不知道了，但是按照你这个结构应该是这样子哈。一下过就是在社区我在基督中要负责在基督中这个我们阿美语的负责哈，所以这个字你会用，你应该就是这里这个负责是一样的哈，负责就是责任嘛哈，一样的哈。好，巴扎干提升把比浪分清楚哈，那基本上这也 OK 了哈。那现在就是后面这句哈，马拉基努阿米斯菲劳兰就这个句子就有点问题了哈。我们看一下哈，就是这个句子是阿美族成群而居嘛哈。那你应该就是说，因为其社会责任分际至为明显，他并没有说你讲的这个马拉哈基no amis finalan 哈，你可能这一句应该是没有翻到了哈，这一句应该是没有翻到所以如果你这一句是连到上面呢，也不是不可以哈。一下库我在这多种巴扎嘎巴比浪 no
哦、应该是哈，一下库啊，乌扎基多中啊，巴扎嘎达巴比浪啊，no 啊，用 no 比较好哈，no 啊，已经有了，no amis 啊，非常烂哈，no amis 啊，非常烂，阿美族的这个啊，那如果说你要讲社会的话啊，因为你前面已经在讲下库了哈，所以这个最好就是说，这个字我建议你用 nya 就好了 ，in nya 好 ，in nya 好，in nya 好就可以了哈。你啊，in nya 好，啊，在部落嘛，是不是啊？就是社会责任嘛哈。那因为我们是指的 in nya我在基督中啊，把这个打把槟榔，no amis 啊。finalan 啊，可能还不太够啊。in nya我在基督中啊，把这个打把槟榔。Ko fainayan no amis. Ha. Ko fainayan no amis. Ha. Ha. Fainayan no amis. finalan. 啊，no amis 就可以了，finalan 也不用哈。啊，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样就可以差不多了。现在就说这个后面这句啊ma sa opo 啊 marot 啊 ko amis 啊，这样就可以了哈。masa opo marot ko amis 啊，阿美族成群而居了哈。啊，这样的话你这个句子还可以了，就是这样子了哈。好，谢谢老师。好，我们再把那个书写的哈讲完，我们再休息哈。啊，我们多练习哈，没有问题哈。啊，我发现过民族都在都上风罗了嘛。好，我发现国家几多种爱都什么农业了啊。tata mahapinangay, tata mahapinangay. Ko nika kirat no tulong no panza. Masa opo amaro panza. 好好好，前面好，我发现过民族都在都上风罗了嘛啊，女人啊，属于女人哈啊。去继承家里的财产的呢，是继承财产是女生哈，属于部落哈，属于部落的这个事务责任呢是由男生去做哈，所以基本上这个 OK 哈。那现在就是这句了哈，其社会责任分际至为明显哈大大马哈比难啊，大大马哈比难。dalam mabinangay ko ni kakilat no tulong no banza 啊，属于阿美族的制度呢分配哈，tulong no banza 哈，制度分配啊，dalam mabinangay 哈，dalam mabinangay ko ni kakilat no tulong no banza 啊，所以这句翻得很好哈，masa opo amaro ko banza 好，masa opo amaro ko banza 啊，就是后面这个阿美族成群而居了哈。好这句就很规范了哈。我发现国民说都在多少风了吗？哦，发现那样国际多容爱，多什么可能了？哈，很好。大什么安奈？哈，大什么安奈？哈，其社会组织哈其社会责任分际所以那个好还要更好哈。书写这个旗，你现在翻看看这个旗能不能翻出来？旗现在就是我现在就是挑你毛病，就把这个旗加进来，更漂亮啊，更漂亮就是这句了哈，这句
达达马比那爱国你看其他什么都中了班子啊，这个很好。现在就是这个棋啊，哎，老师要断线了。要断线了？没有没有啊，是哦是是喂是我在等你讲话，你你改这个就好了。这个棋就我都是什么？以为断线了。没有，我在等你讲话，苏贤没有断线。这个棋就是什么？把这个孤看怎么改，改成什么？棋嗯，问题就在这里，你把这个改一下，不是改，好加怎么加，然后就对了。是加能了，棋是什么意思？棋他们的不，那个就是它其实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指示代名词。古牙在这里的话，你不能用古呀古啦，要用什么？其社会组织，你是说那个社会组织吗？还是这个社会这个社会责任分际？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国逆对不对？这样就对了。国逆，然后后面要怎么样？还要改哦。国逆啊，这边这个字要改。老师是有卡卡的。然后我没有问题啊，我好好的，就哦，差这个字了。国逆好，啊什么？你不见了，你哎，我的消了。有点慢。所以它是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什么一个社会制度，是不是？嗯，所以要用 B。我有没有讲过 B 的概念啊？B 就是说，比如说啊，我曾经讲过一个部落的名称叫做比西利岸，有没有？比西利岸为什么叫比西利岸？就是说这些羊呢，它是自然就到那个地方去吃草，所以那个地方是他们都知道的，所以叫比西利岸。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说他们大概都知道，所以 B 是所以大家都认同的一种概念组织，所以大家都会去遵循。所以国尼阿 B 嘎吉拉斯诺多隆的帮扎啊，这个社会责任分际怎么样？大家都知道，而且非常明显啊可以理解吗？可以可以。可以哈。好，就是有时候就是我讲的那个“孤”的后面都要改成名词，就是这个概念嘛。好，那我们下课休息一下哈，我们到8点10分，那网络就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哈，就请大家包涵啊，包容哈。好，好，我们休息到8点10分哈。好。
好，我们继续了哈。我们看一下那个阿罗的哈，阿罗的。阿罗有没有听到声音？有有哈，好。好，乌沙凤古法翻译啊，基督中啊，有罗马。这个句子你看一下哈。我什么弄鸟肉？古翻译啊，没什么干，弄鸟肉。好，masa pinang ko ni kakilas no semak no鸟肉。我masa upuai ko kamaruan no panza。好，这你这个结构大概基本上是按照中文的概念去翻的了哈。好，那我们看一下。好，所以女人是什么？女人是继承，家里有女人继承啊，有女人继承。所以他家里有女人继承哈，所以呃，所以女人继承什么财产嘛哈，所以你用啥凤嘛哈，所以你的组织是法法样。好，所以按照这个，如果是我翻哈，我这样翻哈，我啊法批样我啊啊继多钟爱继承了、其多钟爱可能没有办法翻成继承哦，那个啊，那个有继承前面有那个字很好啊，那继都都好，我发现过在记都大风哦罗马哈，会比较好哈。好，再来下一句。好，部落公务均由男子负责，所以男子负责哈，男子就用多种物杂技不中，好，杂技多种过啊，白那样啊，那样都 mark 哦，然后啊，我杂技多种都啊，我杂技中啊，我杂技多种过白那样都是 mark 弄了，哈，好，我会这么翻的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个下一个。好，其社会责任分际之为明显啊。好，其实你这个也差不多哈，一样哈。马哈比浪哈，马萨哈比浪过尼嘎吉拉斯，马萨哈比浪过尼嘎吉拉斯诺什么诺鸟了啊？所以你改成古尼的话呢，古尼马萨哈比浪古尼古尼尼嘎吉拉斯诺什么诺鸟了？你认为通吗？
改逼 Masabinan kuni bi kakiras no 什么可能了哈，改成 B 比较好了哈。好，当然你还是问你爸爸看看合不合适哈，问你爸爸哈。好，我们稍不外顾干嘛都按鲁板子好，这个没有问题啊。阿美族成群而居哈，所以这边你就自己看了哈。好，这个就 OK 了哈，我们就跳过了哈，应该没有了哈，因为红爱还没上线嘛哈。好，啊，这个就比较好了哈，这一句哈。房舍重聚井然有序，喜爱种植槟榔面包树、毛氏、土龙眼、黄藤等等等，形成阿美族部落的特色。好，好，我们翻这一句哈。那看看毛氏、土龙眼，土龙眼呢？土龙眼是我们阿美族的那个很大颗的龙眼哦，我真的吃过。它大概跟那个网球一样大哦，土龙眼的那个大非常大，但是它的甜度不够啊，它的它的那个里面的那个非常大肉非常也很厚了，但是因为很大嘛它肉我是吃过了，但是没有龙眼，没有真正龙眼那个甜毛氏、黄藤这5个土龙眼现在大概可能看不见了黄藤大概还是有人种了面包主要现在大概是槟榔跟面包树比较多了毛氏我在那个马兰有看到马兰好，看看怎么翻哈。好，这个扫码看看这个单词其实我要看的就是单词了直接用金镜看看有没有不一样的单词等一下我们可以再看一下做个沙西夫古罗马诺鸟肉好，井然有序，这个很好毛了米巴罗马多一只干嘛呀？干嘛呀？干呀嘛还是干嘛呀？发起说金金龙木子龙木子你用龙木子慢慢我打槟榔案多鸟了，那还没死也可以我打槟榔案多鸟了，那还没死做个沙西夫就是不会很混乱用否定的方法罗马诺鸟了属于部落的这个家不会很混乱，不会很混乱的话就是井然有序可以。马乌拉哈密巴鲁马喜欢种什么？这嘎亚玛嘎玛亚嘎玛亚应该是按照字了法吉肉了法吉肉的是面包了面包树面包果。嘎玛亚毛氏金金龙子那如果挑毛病的话龙子的话，龙子是藤心的那个什么藤的话怎么说？藤怎么说？外吗？要用外因为你讲黄藤的话，龙子藤心才是龙子嘛所以这边还是写无外无外好，会比较好了好，都慢慢形成，你现在就是差这个字形成没有翻到。那我打槟榔案多鸟了阿美斯这个有阿美族的特色，部落的特色可以。现在就是这个形成这个字，你看看你要怎么加进来好，你先想一下好，哇，其他人还没有写出来嘛那你看看
形成。因为这个加形成之后，你整个就要改了哈，整个要改啊。所以达比那案在这里翻成是特色，可以哈。玛莎呢？形式加玛莎达哈比南岸。啊，玛莎啊，是你自己想的吗？我刚看那个主语乐园，啊，好，就是要不用这确定。个字哈，就是要用这个字哈。就像玛莎尼亚洛是什么意思？形成部落。对，形成部落，形成标志，是不是？形成标志什么？部落，属于阿美族，是不是？所以玛莎就对了哈，这样就很漂亮了哈。所以，但是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哦，玛莎哈比南岸，你后面要不要改一下会更好？玛莎达哈比南岸。岸没有问题，也没有问题。我古尼吗？觉得这个，古尼。我觉得这个用古尼。 no 比较好。好。哦，玛莎达比南岸，这个度呢也可以加。哦，玛莎达比南岸度，no 鸟肉 no 阿米斯。好，这个度可加可不加哈。重点是这个 no 属于部落，属于阿美族，会比较好哈。都鸟肉呢，就是因为为什么说都不行哈？因为前面这个字是名词，了解吗？因为加按。好，如果前面这个字它的动词性比较大，可以用都。你看，米巴鲁玛都为什么是都？因为前面是动词，有没有？米巴鲁玛都，哎，这有没有种什么槟榔？所以，是不是都鸟肉的话，你看表示那个都的前面应该是动词，但是你现在变成什么？变成名词了，就不行。好，了解我意思吗？有很清楚，哦，谢谢老，好那就师。好哈，好。还没有哈，其他人还没翻出来。好，等一下我们再讨论那个单词哈，因为 "ginging" 呢，它是一个闽南语的介词啊，但是如果你知道我们阿美语的单词的话，会更好哈。阿美语的单词啊，因为我们有这个单词的哈，就是土龙眼这个字有的哈。那我以前在背那个这个，因为我们家没有毛氏哈，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个字叫这个叫嘎玛亚啊，那有人的名字叫嘎亚玛。我们阿美族的名字有人叫嘎亚玛哦。有对呀，好，所以我刚开始记的时候，这个单词我两个搞混了，嘎玛亚、嘎亚玛。好，好，这是毛氏了哈。那我在那个马兰呢，还看到很多科哈，嘎玛亚哈毛氏还真的哦，我看到还很多科在马兰，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了哈。好，我们看，好，出现出来了哈，好，出现。看看你用的，好，有了，出现了哈，那个单子出现了。这个单子就是希望我们也能够去记了哈，因为这个是阿美语了哈，因为金是闽南语了哈。那当然，这个字应该是
阿美语哈，应该是啊。啊，再一个是西弗古鲁马努啊，古鲁马啊，努鸟肉哈，这边加个努哈。啊，再一个是西弗古鲁马努鸟肉哈，马乌拉啊，米巴鲁马对这发接着伽马亚国位哈，这个单子在这里哈，那个扫码。这个字你还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土龙眼哈。阿多玛安欧玛萨达比那爱努尼亚罗努班扎古尼尼。好，这个句子就是比较规范了哈。那古尼尼呢，理论上可加可不加了哈，可加可不加。好，重点就是这个鲁马努尼亚罗哈，古在这个地方哈，属于部落的家哈，部落的房舍哈。再一个神媳妇哈，没有很混乱啊，就是井然有序。毛啦，喜欢什么？巴龙马，没巴龙马，喜欢去种什么？对，所以动词前动词后如果有都的话，就是我讲的及物动词啊。毛啦，还巴龙马，对，这发接受了伽马亚古瓦维，好，古瓦维就是土龙眼哈，真的很大颗。多玛曼还有其他的哈，这是主要的代表性的阿美族的。那这边那个书写你少翻到一个字嘛，少翻到那个黄藤啊，哎，这发记错了，伽马亚瓜位无外哈，哦，漏掉。无外阿多玛曼还有等等乌玛萨哈达比那爱努鸟了努班扎古尼尼哈，乌玛萨达哈比那爱好也行哈，努鸟了努班扎古尼尼好，没问题。这边的单词古阿维哈，古阿维希望我们因为这是阿美语哈，所以我们最好是都要会哈。土龙眼我们部落有一棵啦如果你真的要看这棵树哈，可以到我们部落我的部落在鹿野大沙西了古罗马家庭怎么样理论上可以，但是这边要什么努尼亚罗那个那罗好，大沙西古罗马努尼亚罗排列马乌拉海米巴罗马这边就不行了吧？不能用估都都是不是马乌拉海米巴罗马这发节奏了，嘎夫红好，这个很好哦，嘎夫红它就是跟头音，为什么叫嘎夫红？那个为什么叫嘎夫红？你知道吗？头不知道，你有看过毛氏吗？有毛的对，嘎夫红就是这个意思好，古阿维多额外好，可以那你现在少一个等等阿妈啊，马曼那怎么接？接在哪里？无外的后面，直接加吗？阿杜前面有这个阿杜啦，删在阿杜掉咯，前面的删掉放后面。好，外阿杜马曼欧玛萨哈比囊多尼亚罗古班扎不同哦。这边后面这句我们看一下中文哈。中文在哪里？
形成阿美族部落特色了哈，中文是这样的，形成阿美族部落特色啊，玛莎啊，玛莎加搭比较好了哈，当做显要的、显著的、明显的玛莎搭槟榔，后面要加爱还是按？按啊，可以按或爱都行啊。乌玛莎搭槟榔按，所以后面这个都也不行。 nu 对，no， 然后呢？ nu bằng ra 啊，好哈，这样就可以了哈。我马上打比那个努鸟了努绑子哈，这样就可以了哈。好，好，看一下还有谁？红爱来了哈，红爱。好，红爱的哈。哎，那个刚刚那个张默不是有吗？好，马上是发盖古罗马老娘肉，好，好，可以。做啊个沙西夫，好，也可以啊。马乌拉哈密巴鲁马多，哎，这干嘛呀？干嘛呀？哈，是干嘛呀了哈，不是不是嘎亚嘛啊，哈，应该是嘎嘛呀哈。好，金金，好，金金，懂了子，好，好。那我的建议呢？我的建议还是用 y 了哈，因为是种嘛，不是吃哈。吃当然是吃怂了子哈，但是我们讲种，米巴鲁嘛多 y 哈，我们都怂了子哈。金金，好，金金呢，这个字我们也把它背起来哈。古啊位啊，这个词哈，这个词呢，金金是白浪的话了哈。啊都达伊拉阿拉岸哈，比纳罗马哈，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啊，比纳罗马哈。乌沙达哈比那岸多尼亚罗诺阿米斯哈，是当做是属于阿美族当做标记的啊，部落的标记啊。沙达比那岸多尼亚罗，乌沙达比那岸多尼亚罗诺阿米斯哈，可能就是大概就是资料上面翻译大概都是如此哈。当然啊，乌沙达哈比那岸多尼亚罗诺阿米斯。其实也不是不可以了哈，就是说你看，因为如果说是这边哈，就是要看的是什么，就是说形成阿美族的部落，那个红爱可以讲话吗？现在就是形成这个字没有翻到，你只是作为什么部落的一个标记特色，是作为，但是不是形成，哈，好，好，没关系哈。乌玛莎哈，玛莎就可以了哈，加玛莎啊。乌玛莎大比那岸努这边的话就用努就可以哈，努。如果说是没有翻到形成的话，你这个是可以的哈，可以。好，那因为你的原文哈，就是你们这个参考的这个翻译呢，
它没有把形成翻出来，它就有些差异，所以加个妈呢就不太一样哈，不太一样。好，这个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地方了哈。好，基本上这一句大概是这样子哈。那好，那我们看下一句了哈。好，下一句就比较长了哈。阿美族部落所形成的社会年龄组织是为着执行推动部落的各项军事、文化、教育、产业等活动而建立哈。所以这一段的这个也是我自己修改的哈。我认为这样会比较好哈。它的原文的中文呢没有那么好哈，我稍微给它修改一下哈，修改一下。好，我们大家参考一下，看看能不能。好，阿美族部落所形成的社会年龄组织是好，这边这边可接可断哈，你自己可以把它整合，也可以分开啊。就是说，这个翻译是这样说，你以你的概念哈，第一个我们把它的整个意识表达出来啊，这是一个，你也可以拆开，也可以整合哈，这个都不是问题哈。好，这个达成了之后，你再看看啊，因为这个是很长的句子啊，很长的句子。那它主要表达的是什么啊？都表达出来就可以了哈。因为长句子本来就是比较混乱哈，比较混乱。所以这么长啊，就是说如果哈，你也可以这样子哈。所以如果是这样呢，这个动词在这里啊。年龄的组织是为着啊，你看，其实就是这样子。什么样的年龄组织？社会年龄组织啊，是怎样形成的年龄社会组织？是阿美族部落所形成的社会年龄组织啊，它就是理论上，如果是按照我的话啊，这个整个是什么主词词组啊，主词词组。就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翻的话啊，你的翻译会更好哈。那现在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分段啊，分段啊，分段啊，你分段会比较好翻哈。所以你看是为着执行推动，看动作哦好，这个我现在的网络是用我的手机的，所以手机的不会断线。那之前是用 WiFi 哈，就是我住的这个地方的 WiFi，所以有时候会断。那用手机呢，应该是没有那个 WiFi 好了，但是能通就好了，不会断就好了啊。怎么样都Alo，哟，哦好，我还以为断线了，我回答一下。好，其实对我们来讲，应该这边是没有单词的哈。军事、文化、教育、产业，对我们来讲应该是没有单词哈。它不像前面的那个国威这个单词，或者是那个呃
伽马亚哈，伽马亚啊，毛氏啊。就是我们的单词真的是要互相就是说，如果是阿美语，我们就应该都要用哈。那有些人他就会坚持明明不是阿美语，他硬要用那个别人的话，那就很麻烦啊。我们有阿美语，我们为什么不用阿美语呢？我的概念是这样子啦。如果说我们一直都用外语，那我们就都是外语了。如果我们有阿美语，我们就用我们阿美语哈。只要是我们5个方言的单词，我们都用哈。就像我讲的这个古布不是阿美语，我们的话叫嘎多洞，嘎多洞你们就要会啊。嘎多洞是什么？是用竹子做的杯子叫嘎多洞，竹杯啊。当然有的方言不一样哈。古布是英文借过来的cup 它是从 cup 日文借过来的变双音节 cup kopu kopu 借到阿妹叫古布那嘎多洞会用嘎多洞的，有可能是恒春或马兰恒春或马兰所以嘎多洞这个词呢，杯子我们就要会不要一直用古布这是我的概念了就是说我们的单词是这样子好，这个书写这个应该不难，因为就是你的句子怎么连接好，乌干萨斯拉的诺尼亚罗的邦扎黑这个就很简单了就直接翻萨基巴鲁瓦也可以多的嘎嘎瓦诺索菲带斯拉阿万比巴拉丹少我这个词很好教育达达亚兰多玛玛安好，基本上都翻译到了好，它这个就是直接按照这个顺序去翻很好乌嘎萨斯拉的诺尼亚罗诺邦扎伊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开头很简单就算你没有用主词，这个乌非常重要乌真正来讲这个乌是这样子好，乌嘎萨斯拉诺尼亚罗诺邦扎属于阿美族部落的年龄阶层呢是为着执行萨基巴鲁万巴鲁万就是这边应该是巴鲁万在这里讲推动推动那执行推动基本上也可以执行推动什么推动巴鲁万就是说理论上巴鲁万他就说他这个东西呢是已经灭亡了，然后要把它建立起来，叫巴鲁万他有这个概念在就是说他已经倒了，然后把它立起来就是我们这个部落的什么什么已经倒了，把它立起来巴鲁万是这个概念好巴鲁万萨基巴鲁万多的嘎嘎瓦这个组织诺索菲带制度嘎嘎瓦可以是组织，也可以是制度诺索菲带军事斯兰阿万文化比巴拉丹少这个字很好，比巴拉丹少拉丹少。那我们的教育是为着人，是不是教育是为着人，所以这个词也很漂亮这个词要从文化的角度如果说你是翻成教育的话，也不是不可以达达亚兰多玛玛安达达亚兰将要做的事多玛玛还有各种没有问题这个很好。
好，我们看，还没翻好哈。所以你也不要想的太复杂哈，不要太复杂哈。这个字啊，中文看起来很多，但是我们的阿妹就是靠词缀哈，靠词缀去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的词缀真的是非常丰富哈。我们除了单词之外，我们就靠词缀的手段去细数哈。所以我们的结构是跟中文、英文不一样的啊，结构啊。所以我们这边是靠乌、努去表现这边是都都是并列，这没有什么所以我们最主要的是靠乌咕都努乌咕都努这4个去区隔它的位置。好，Serangawan 这个字已经是大家大概都用了哈，大概都用了哈。好，看看有没有还没有哈。那个书写啊，老师，乌萨基巴鲁万哈，再挑个毛病哈，因为乌的后面是什么？名词，对，所以萨基比巴鲁万会更好好，会更好好，因为它是一个理念制度，有没有？它是为了推动这个军事活动嘛或者各种，所以它是一个理念，也是个制度，所以用 B 好，认知就像你这个 B 有没有 B 巴拉有没有一样的概念你看巴拉丹绕不够，要 B 巴拉丹绕一样这个 B 巴鲁万一样的概念产业还有什么说法？哪一个？产业我不知道，我是乱弄。不会啊，你这个怎么会是乱的？很好啊。大亚兰诺产业是指什么？部落的这个各种农事大亚兰就包括了所以这样可以。可以，没问题你这个建议呢，又回到这个巴鲁万这个词上面嘛，也连接到那个地方嘛，所以是没有问题的好，红爱的好了哈，好。Umasa po tayo no niaro no amisi mami paluwas tu nagkakawan no sofita selangawan pipa ka panaan mamaan kata yaran mapatileng niaro好 kata yaran 的话，这个我建议这边你用 L 比较好了哈，打亚的这个字大概都是 L 了哈。好，乌玛萨嘎布代诺尼亚罗阿美西亚，这个属于这个阿美族部落的这个各个阶层哈。我妈咪巴罗是将要去推动那嘎嘎哇组织
哈，努苏菲代哈，军事哈，斯兰阿万文化，比巴嘎凡纳案哈，凡纳这边再加个这个会更好，凡纳啊，应当要知道的啊巴嘎凡纳哈，凡纳哈妈妈案啊，嘎达亚兰哈，各种各样要做的事情，然后美巴迪楞哈，那这边呢，巴迪楞这个字呢，我觉得也是用 R 会比较好，因为这个就是现在大概就是已经规范化了哈，它是从那个迪楞哈妈妈案马阿妈案还是马案，应该是马阿妈案哈，阿妈案啊。Maamaan katayaran mapatireng ini了，mapatireng 好，这边后面再稍微调整一下哈，教育哈，这个产业活动哈，产业活动而建立哈，看接一下哈，Bipagavanaan maamaan katayaran 都这边用都哈，都会比较好，都Pipa direng ini ha，都 Pipa direng ini 都 Pipa direng 都ini 好，都可以哈。我觉得改成这样会比较好了哈。Umasa不带你了，那米西umami paru waktu kakawan supitai serangawan pipa kavanaan maa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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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yaran to pipa direng ini 哈。都比巴迪人案弄鸟肉也可以哈。好，参考一下了哈。看看还有没有哈？好，好，我们在等哈，那个差不多了哈，我们在等那个说扫码啊，看看哈。这边为什么叫比巴迪人案一年了？就是他就说他并没有说是现在是已经建立了哈，就说因为会有很多的事物要去建立比巴迪人案应该要去建立的一年了所以都这个地方哈都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建立在部落的各种事情，妈妈难嘎达亚难都比巴迪人案一年了我觉得这样可以了哈。好，这个达达亚难跟嘎达亚难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我们会有很多这种词所以一般的人大概都会讲嘎嘎后面大概都是按都是按。可是这边呢，它是重叠搭所以词根都是达亚了，达亚烂，嘎达亚烂，达亚烂就是将要做的事情嘎达亚烂呢本来就该做的事情我是这么翻的哈
好，看看你有没有别的想法哈。搭就是什么，已经形成常态啊，这些事情我们本来都该做的哈，部落的这些事情啊，那因为有些东西事物它要淘汰坏掉，重新修正啊，所以那个都叫嘎啊，搭是什么？但是他没有强调是本来就要做的，但是就说将要做的啊，未来要做的哈啊，它的差别在这里哈。所以我们的这个构词法哈非常丰富啊，非常丰富。嗯，好，那又修改了哈，不错，修改的越多越好哈。好，oke sa selalu nyaro na bang za umi syukur 哈，都收费带。哦，这个不对不对，这个字弄一下，就这个字太长哈，应该可以啊，到这里哈。好，都收费带selangawan pipala tam sang tatayaran atau rumah makan to ni patiringan nyaro 哈好。我刚才说了鸟no班在哈，所以阿美族部落的各个年龄组成啊，组成呢，阿米族个哈，族个在这里就是推动哈，米族个哈，都收费带哈军事斯兰阿万文化，比巴拉当少哈，比巴拉当少跟比巴拉当少呢，它并没有复数的概念，而是强调哈，比巴拉当少了个 m 哈。Pipana tam sam sao ha tatayaran atau rumah atas makan tuh你把点按你了哈基本上都你把点按你了所以那个那多有 tatayaran atau rumah atas makan tuh你把点按你了你这个你把点按你为什么要用你？如果你把点按是什么意思？建立的已经建立的叫你把点按哦。哦，所以这个你要怎么改？必对就是你要很会用这个 B 哈，就是说它是一个认知哈。你看的中文是怎么样？它并没有说现在是已经建立好，因为它是要去推动各项事情，没有说是已经建立而建立的哈。就是为什么叫而建立？而是这个组织是而建立的，不是说他现在已经做完了这些事。了解这个中文吗？可以理解吗？可以就是说他讲的是这个年龄社会组织是要去推动这些事情而建立的并不是说那些事情已经做了，已经盖好了，已经干嘛了，没有哈。所以这个关键就是为什么要用 B 而不能用你的概念在这里哈。好，好，我们看那个我爱放好了吗？好吧。好，如果因为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剩1分钟哈。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群组公布，然后发给我也可以哈。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多练习哈。那除了单词哈，单词我们一定要会了，因为我们能够翻译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属于高级的认证的这个范围哈，高级认证的范围哈。因为中高级的翻译没有那么深了哈。那因为我选择这个文化篇，也就是希望我们这边有
有一些人是要考高级的哈，要考高级的。那为什么呢？又希望他家能够翻这个，我要去我所喜欢的那个朋友的家。其实你不要小看这个哈，因为它的关键就在于这些乌咕嘟努的这种概念，属于都亚都这种概念在句子上去应用你的这个记法结构才会准确所以当然这是因为那个小朋友他问我我就让他翻。我说这个句子有没有单词？没有。好，那你翻吗？翻的一定是乱七八糟。为什么？这个就是格位词不熟练，格位词所以我们一样了就是说，当然就是你也可以参考这个文化篇里面的范围的内容，但就是我讲的，就是为什么说我是希望能够加强，就好像这一句形成这个字都没有翻出来，就是说我们在资料上面的这个形成这个字都没有翻出来，它而是什么？阿美族的部落特色，它并没有把形成这个字翻出来说会有一些小小的差异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的翻译怎么样能够更精准更精准更准确基本上我们的意思都翻译对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更精准更准确好，那苏贤，我们今天上课就到这里好，来，谢谢。那我们就下课了好，大家平安好，谢谢大家平安好，好，到这了。嗯。